大家可以 screen cap 咗呢一幅圖先。呢一幅圖咧，其實係我將上一集講嗰個 vowel chart 咧簡化出嚟，做成一個表，令到大家容易記啲嘅。咁 vowels 其實係分兩大類，第一類咧就係單元音，一個符號一個音；第二類咧就係雙母音，佢每一個音咧其實係由兩個母音咁組成嘅。好啦，我哋 go through 一次呢個表咯。第一類 vowels 講嘅時候、讀嘅時候，條脷咧係伸前少少嘅，舌尖微微咁樣掂住下齒背，舌嘅前邊咧微微咁曲起，好似呢幅圖咁樣。嗱，記住讀 vowels 嘅時候咧，條脷係唔會掂到上顎，上唇同埋下唇都唔會接觸嘅。OK， 咁啊，講一講呢個符號先。呢個符號兩個三角形咁樣對住咧，代表延長。凡係見到呢個符號咧，讀嘅時候都要延長少少。好，第一類嘅 vowels 叫 front vowels， 讀嘅時候咧，條脷擺喺前邊，所以叫 front vowels。好啦，呢個表嘅設計咧就係越往下嘅 vowels 咧，你讀嘅時候，你個嘴巴要張開得越大。咁啊，頭兩個咧個口都係相對於比較細。中間呢個中挺啦，呢兩個咧係比較大嘅，你要擘大啲個口嚟讀。總之記住，一路咁樣往下讀嘅時候，個嘴巴要擘得越嚟越大。咁啊，至於呢一個符號點解我要括住咧？係因為英文入邊咧，佢係唔會單獨使用嘅。但係因為佢都係屬於條脷擺喺前邊嘅讀音，所以我就擺埋喺呢度，令到大家容易記啲。佢個口係擘得非常之大，係最大嘅。咁讀 vowel 嘅時候，除咗要注意條脷嗰個位置之外咧，仲要注意埋嗰個嘴唇嘅形狀。呢四個都係讀嘅時候都係微笑 ，OK。而呢四個咧讀嘅時候係圓唇，呢三個咧讀嘅時候係夾埋呢一個同埋呢一個，呢啲就係唇形，冇乜特別，唔需要收圓，亦都唔需要微笑 ，OK。咁我哋快快咁 go through 一次呢個表先。呢個音係讀 e、i、e、r。好，中間呢行啦，中間呢行咧係 central vowels， 條脷平放咁就 OK 噶啦。咁佢個唇形咧，呢三個咧都係 neutral， 冇乜特別嘅，唔需要收圓，亦都唔需要微笑。呢個由呢個開始，好啦，到 back vowels 喎。讀 back vowels 嘅時候咧，條脷向後縮，舌嘅後邊咧微微咁樣曲起，嗱，唔係捲脷，係向後縮。頭四個都要收圓嘅，又係啦，越往下個嘴巴要開得越大。頭四個都要收圓啊，同埋有延長符號嗰啲要讀長啲。第一個 o o o r。好，睇完一次單元音，我哋睇埋個雙母音。雙母音咧，其實就係由兩個母音夾埋一齊嚟讀，嗱，中間唔會 break 開嘅。我哋讀 go through 一次先啦。eye、ear、air、oor。呢一個咧係有兩個音嘅，一長一短。個音都除咗長短之外，佢都個音都會唔同嘅。咁之後我會有一集詳細咁樣講噶啦。而家大家記住先，短嘅呢個 version 咧係 ow， 長嘅咧係 ow。好啦，呢一個符號咧都係有兩個 version 嘅喎，短嘅咧就係 I， 長嘅咧係 I。好啦，最尾兩個 A、O。好，今集係簡單介紹一下嘅啫。之後我會詳細咁樣每一個種類嘅 vowels 都詳細咁樣為大家介紹，同埋我會示範埋嘴型。